恁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伊伫正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请咱献开圣诗637首。请会众起立吟全首。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病。伊要对他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我是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最赦免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请咱掀开启用文伫新圣诗的后面第61篇1111页。启用文61篇。我来刻，恁来印。
恁才会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现在靠基督耶稣通过伊的死，已经甲上帝亲近。基督促进咱的和平，又互犹太人甲外邦人成做一个。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消除因中间的敌对。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律例，互两边通过伊通创造一个新的人来促进和平。基督通过世界消灭彼此的敌对，互两边成做一体，通甲上帝和好。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包括恁这以前离开上帝远的外邦人，甲亲近上帝犹太人。通过基督，咱两边的人拢袂通对共一位圣神来亲近爸。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毋是出外人，是甲上帝的子民边边做国民，做上帝家族，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用基督耶稣本身做上重要的基础。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渐渐扩大，成做圣的殿，归属主。咱三甲来祈祷。全能的上帝，阮感谢阿乐你，因为你的慈爱那天遐尼悬，你的信息那强冲遐尼快，阮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来感谢你，伫列邦中唱歌颂赞你，愿你的伟大搬过天，你的阳光照遍全地。主啊，感谢你丰盛的恩典，互阮伫逐样的急务中，拢会当享受你的慈爱甲救恩。无论关山还是黑暗山谷中，阮拢深信，我靠上帝，阮就无惊。阮要投靠伫你实固的指引的，听候才会知的境界。你互阮一生有偌济的艰苦灾难，嘛要互阮一生享受偌济欢喜甲快乐。你是阮的相伴，阮的关台。我靠你的人要得到大大的福气。上帝啊，求你互阮凡事以上帝做中心，将家己的眼光对世俗中回转到上帝的身上。伫欠缺中，上帝供应；伫绝境的中间，上帝为咱开路；伫山谷中，上帝伸手救咱。阮相信每一摆的跋倒，拢是上帝所赐的机会。上帝照着每一项的打击，互咱搁较经历甲上帝同在，搁较亲近主。求主帮助阮，智慧加天，灵魂体勇壮，计划家己的心思意念，甲服侍的态度，谦卑顺服，听人亲像家己，甲主同心同工同行，綴主骹步，坚定行伫上帝的准则中。感谢主，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这时我来报告。本会消息：第一，本主日是少数民族宣告奉献主日，欢迎鲁马夫牧师前来本会讲道甲事工的分享，敬请兄弟踊跃奉献甲代祷。第二，就是参加总会宣告160周年纪念感恩礼拜，兄弟因进已经是出发，领队是于海平长老。第三，中执会公告，自6月份起，各单位借用教会福音车邮资收费要调整吼。第一项，手排的福音车每公里10块，自排的福音车每公里12块。第四，小会公告，同意本会信徒吴阿香姊妹的成人会籍转出到
寿山中会汉民教会。第五，本会定伫本主日下午3点到6点，伫教会副堂举办幸福特会，敬请报名的准时参加。当天也请伫活动前的半小时提早报到。第六，本会定伫下主日6月22第2场礼拜举行洗礼式，当天第2场、第3场、第4场礼拜联合有报名参加洗礼的兄姐，请伫当天上午9点半伫3楼生活广场参加洗礼说明会，请受洗的准时，并请请大家爱穿正式的服装。第七，本会定伫6月29日星期日第2场礼拜举行区长、小区长、小组长就任式。就任的名单如下，请就任的当天也穿正式的服装吼。区长的任命，双连牧区四宝林，成林牧区洪世俊。可能免读啦。遮家己看吼。咱下面这个名单，咱家己来看吼。第二，教界消息，请牧师补充报告。好，咱即个教界消息吼，头一项就是高雄中央团队部伫6月28有办宣教大会，有特别请咱台湾，咱伫 TV 拢有看到寇绍恩牧师吼，伊难得会当来做即款的主持主领吼，若要参加的人赶紧甲办公室吼，后礼拜以前爱报名吼，费用是100块吼，这是便当的钱。第二，高雄中会8月30有全中会圣经考试，咱若要参加的吼，也请咱伫时间前吼，应该是7月，还佫有时间爱咱的迄个办公室吼，还是儿童牧区吼，囡仔伫个儿童牧区报名吼。以上报告。请掀开圣经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到20节。我来强读。耶稣cùng我来对因讲话，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命令恁的，着教示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愿上帝话踮伫咱的心内。而了，请符箓圣歌队。
感谢主吼，咱今日是少数民族的宣教主日吼。感谢主，今日咱真福气会当搁较了解伫普世宣教内面有真侪无共款的宣教。咱今日有欢迎咱少数民族财团的创办人吼负责者鲁马吼，伊是咱台东吼马岩吼，台东马岩是一个真大的所在，东宫教会出身吼。感谢主，伊是学者吼，研究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个学者吼，又摕到博士学位，伊也是牧师，也是宣教师吼。伊那甲迄个勇士吼，军人带人去体验真侪爬山，是甚至去到真危险的少数民族的所在，特别伫芬兰、缅甸边界伫迄个所在做传福音的工作，所无用的工作，是一个真艰难的工作。但是感谢主，上帝有一款的呼召吼，所以咱今日当听伊的分享。咱先来放一块迄个底片了吼，再来将时间交即个鲁马牧师啦吼。边境客亲难民营里，却有个来自台湾布农族的传道人，挨家挨户用祷告安慰痛失亲人的难民们。他是鲁马夫打马必马客亲难民口中的鲁老师，会做一些木板的、伐木工的，他们一起集结，大家一起迅速的2天的时间，就可以把它盖起来。拥有建筑学与民族学双博士的学位。鲁马夫在难民营周遭就地取材，教导难民搭建棚子，这就是他们遮风避雨的家。不仅如此，他还在当地建立基础的教育系统，也提供资源协助建立诊所与小型的医院。一年有超过一半的时间都与难民生活在一起。其实鲁马夫在台湾有美满的家庭，还有好几份高薪的工作，但他却放下这些安逸的生活，投身战地。会做出这个让人跌破眼镜的选择，一切都得从儿时的部落生活说起。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越。我们看到了这位鲁马夫，德国国家青年奖章的双博士鲁马夫。这位宣教士不是没有机会赚更多的钱，但是他没有按照神的旨意，他就进入到少数民族那儿，在人家缺乏上，他去给人补足。我也在想，也许我们自己也有机会可以帮助别人，但是我们为了自己的私利，我们希望得到的更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
在我们眼前的有一些需要的人。亲爱的朋友，鲁马夫，我们这位宣教士他所做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做，而自己没有做的，我们没做，没有做到。在这时候，我在想，我们要不要静下来？一方面为我们的鲁马夫来祝福，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省察一下自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份爱心，可以帮助那些需要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在中缅边境鲁马夫宣教士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主求你看过他手上所做的每一件事，你保守他的身体，你看过他自己所行所为，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对那些当地人有很大的帮助。主，在这时候我们也自己省察一下，若是我们有能力，我们要不要帮助我们周遭的一些人？我们真的很在意自己所得到的那些吗？若是我们可以有余帮助别人的时候，主，我们知道施比受更为有福。谢谢你，我恭敬地为电视机前面的一些朋友们祷告。也许在过去他们没有看过这一类的节目，不晓得，但是主，你借着鲁马夫宣教士他自己的一个见证，让我们自己看一看，我们能不能还为主做什么，帮助那些需要的人。谢谢你，恭敬的这样子祷告祈求，也让我们自己好好的省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朋友，有一些事情有的时候自己不知道，突然有一天当你看到了，哦，有人家在做这些事情，他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的人，他跟他们不熟，但是上帝知道，借着他能够透过他来帮助别人，是应该的一件事情，他就做了。鲁马夫宣教士，愿上帝也赐福你跟你的家人。尊敬的我们监狱牧师，亲爱的我们的所有的长者们，还有我们的长老同工，还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再一次代表我们威瑞少数民族差传，向我们敬爱的所有的家人们请安。我也代表我们边境126个教牧同工献上感谢。若不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以及我们监狱牧师常常在祷告中纪念我们，那也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那今年在海外从事宣教的工作，今年满20年，满20年。那今年也是我们刚刚监狱牧师也说，是我们长老教会160周年。那原本过去为主当兵只要10年，但是神的恩典总是这个带领着我们。那少数民族同工现在126个突破，其实也付上很大的代价。那原本跟神祷告说，我在为主当兵代表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我现在讲普通话、中文，大家听得懂吗？我是讲，牧师刚刚我讲说，牧师你爱讲台语，我说没啦，台语我也没识啦，但是国语还是可以的啦哈。好。那20年的不容易，也付上很大的代价。那原本为主当兵10年，但是我们在边境少数民族同工他说牧师我们在这边有很多大山没有信没有听过耶稣，而且很多没有信主。那你可不可以再多陪我们多陪我们多走1里路？我说好再陪你们再多走1年。他说不是再走一个10年。所以10+10。
我以为少数民族的算术不好哦，原来他们的多走1里路是 double 的啊 ，double 的是10年再加10年，所以感谢主，我今年满20年，那今年算是半退休的情况之下要把前线的工作交给本地的同工126的同工，所以他们说牧师今年20年也代表我们少数民族同工126同工散布在中国的边境，缅甸、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还有近期我们在印度跟巴基斯坦有一些高风险地方的，有些打仗的地方他们说牧师你就放心大胆的就交给他们就交给我们本地的同工20年了，你在这边有开始动员我们的华人的年轻人看看这些的年轻人看看有没有机会训练他们成为宣教士代表台湾的下一代的年轻人一起来配搭散居在华人的宣教的工作继续的跟我们在前线的少数民族有一些很好的配搭。所以我的责任就是接下来回到台湾除了在台湾回到台湾的各个的教会有一些的链接之外，那再来就是回到教育界回到教育界就是希望跟众教会有很好的配搭，盼望也把这个种子呢撒在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因为我看到了一个这个参考数据，现在很多的下一代的年轻人不怎么去教会除了我们长老教会还有一些的这个宗派的这个年轻人他们有一个数据，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去教会。那现在的很多在教会在学校的一些的机构或者是教会的服事也有一些的拦阻。那刚好我又感谢神的怜悯我有另外一个身份，又是过去学的身份教育者的身份又是牧者身份，所以我可以在学校公然为他们祝福祷告虽然被教育部念了几次但是呢我都可以说，因为我另外一个身份是牧师，所以理所当然跟他们祝福祷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感谢主，我相信有神的恩典跟怜悯跟他的计划那20年之后的现在开始要跟众教会有很好的配搭。那也感谢再一次建岳牧师常常在祷告中纪念我们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在海外宣教服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状况，但是在台湾有一群默默在为我们守望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前线服事，我们就有力量。好，在开始我要正道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是你分别为圣的日子，主我们今天也纪念160周年福音进入到台湾接着过去把这个福音也翻转我们台湾原住民的部落以至于我们在山区每一个山区都有建立教会。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纪念过去西方传教士这些的教牧同工他们愿意付上极大的代价愿意来到台湾，也把福音撒在我们原住民的身上，以至于我们现在大山的教会都能够认识耶稣，也翻转我们原住民的生命。如今还有一群遍布在各国的大山上，他们没有听闻过耶稣，所以以至于我们要差派我们台湾的下一代的年轻人宣教士们一起来参与在海外宣教的工作。主啊，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的教会是宣教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是传爱的教会，是传基督的教会。谢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想同工也特别帮我安排 PPT 因为我们在山区很少用 PPT 我们一般的正道呢是6个小时，那牧师说我的时间只有这个30分钟，不是3个小时那我刚才也调了一下我的时间，我这个还是缅甸的时间那我尽量压缩在教会给我的时间那求主怜悯我们因为近期我刚从缅北回来，那现在缅北的状况其实是非常的惨状，那因为很多的媒体没有办法报道，那联合国的这个外围组织或者是主要的组织已经没有在缅北缅甸边境更何况也没有办法进入到缅北。那所以呢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消息在很多在边境的教会
不管是天主堂或者是其他宗派的教会都被这个他们的这个军政府被轰炸所以也有一些的人逃难逃到中国去，但是又被中国遣返了。那有一些部分呢逃到印度去，也是被遣返了。所以他们现在逃到比较靠近中国，挨着喜马拉雅山这个地方所以现在虽然我们这边天气很热，但是在那个大山里面呢，海拔5000公尺是非常寒冷所以我也把这个事情告诉你们，也请你们在祷告中纪念他们那我们现在有将近3000个人逃到那个地方真的是也借着在末后的时代圣经也常常提醒我们，在末后的时代，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多处必有地震饥荒。我做一个小的见证，在过去西方传教士还没有进入到台湾的时候，各位有没有听过赛德克巴莱赛德克巴莱有听过那个赛德克巴莱，你看看他跟日本出征还有一些过去在赛德克巴莱还没有来的时候台湾也经历过了一些的这些的好朋友进入到我们台湾。各位都知道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至于近期的这个日本人进来我们台湾的原住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西方传教士我看过荷兰那个荷兰和这个台南那边过去记录的台湾的原住民是有很多的族群因为没有听过耶稣，所以他们都犯罪犯什么罪呢各位应该有听过，我们以前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台人呢有听过吗？听过的除草有没有？听过的举手一下。手放下。感谢主，160年前，福音如果还没有进入到台湾原住民，我今嘛看到恁我就开心呢。想象如果我现在还没有信耶稣我看到你们，哇，这么多的人头，把你们的人头砍下来，砍到大山砍到我的部落，我就是部落的大头目、大领袖160年前，西方传教士就是这样子记录台湾的原住民。感谢主，神借着这些的西方传教士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台湾的原住民。如今160年后的现在，我们都成为上帝宝贵的儿女。约翰福音10章10节他怎么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怎么样？更丰盛。所以站在你们面前这位布农族的鲁马夫牧师，感谢主，是福音进入到台湾原住民的生命被改变，我们遇见了耶稣，我们的生命才得以丰盛。哈利路亚！不简单呐！哇！如果还没有信主，我可以想象，我们台湾没有平安，没有和平，是耶稣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只有耶稣才能帮助我们，因为只有他可以复活。我们过去拜那些祖先，拜那些这个各式各样的鬼神也拜那些祖先的灵魂，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复活。我们过去拜的就是这些，如今现在我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跟你旁边说，我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威瑞少数民族差传是在2013年底成立，那我是03年到05年是代职服侍那3年时间边这个研究工作边读神学院完了之后，在05年的时候我就正式成为这个在全职的工作在海外，所以05年到现在满20年了。那这个机构是2013年正式成立，那我们就在还没有成立之前也不容易我跟我的爱人师母也付上很大的代价我们把台北的房子卖了，我人生第一栋房子就是在台北市木栅区兴隆路那个地方当时我卖的那个房子是卖800万，那800万卖什么？卖要做什么呢？全部变卖一切家产，我们就在中国、缅甸、印度边境，我们就建立教会在那个地方呢，盖学校、盖幼儿园
我们就把所有的财产全部放在第一线的宣教工作。但是到2013年没有钱了啊，那个时候本来想说也差不多了，为主当兵也10年，应该要撤退了啊。就如同我刚刚在一开始跟你们讲，那边的少数民族同工说，牧师你们要多陪我们多走1里路，因为我们跟汉族不一样啊，我们的水平、文化、知识，我们学习的圣经培训、纪要真理，我们总是慢半拍，我们没有办法很快的了解，因为我们所有阅读的，虽然牧师你给我们教的是从新约开始，在新约完成之后才了解旧约，因为在很多的少数民族地区没有圣经，他们没有语言，所以在翻圣经的部分，对我们来讲要付上很大的代价。所以为什么要多陪他们1里路？就是在后面的那10年，就几乎陪伴他们，要撰写他们的母语圣经。所以我们也大量后面的10年，很多的时间，大部分是陪伴他们，要撰写他们的新约圣经，属于他们每一个不同民族的需要啊。所以我们机构就是专门在就是那个地方只要没有教会，我们就愿意去那个地方来建立教会，要把福音传给本地的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服事的概况跟区域哦。好吧，我们今天一起来攻读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我想我们思考一下，你看福音已经进入到台湾160年了，我们也都在纪念每一年我们都在反思，每一年我们都献上感恩。那我想这一段经文也是耶稣特别提醒当时那个世代的门徒，不只是那些门徒，还有追随他的那一群的孩子们，还有那些的妇女们，亲自也对他们很清楚的就告诉他们说，他离开的时候，他要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要赐给当时那个世代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也是亲自对我们这个世代的弟兄姐妹说的。好吧，我们一起来攻读，用中文了哈，尽量用中文哈，我们来学习一下哈。预备，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刚刚在前面就跟大家报告，在末后的时代，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多处必有地震饥荒。可能或许我们生活在台湾，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样的一个地震越来越频繁，但是我非常感受的应该是说很强烈因为我自己的部落就在，刚刚牧师有点口误不是这个台东马远不是台东的东光是花莲的东光花莲的东光那我那个地方呢又是地震地带，各位有没有听过那个瑞穗先来的地方？我就住上游，那些的这个乳牛呢就是下游，所以他们都是喝我们山上的水。最近瑞穗牧场的这个老板我回去的时候请我喝这个牛奶，他说牧师最近呢我们那个牛动不动就会有这个晚上会尖叫跟会乱叫那我们最近观察，只要它尖叫或者是水边乱窜的时候，通常地震就跟着来了以前还感受不到，那最近因为那个乳牛它是很敏感的这个动物所以它都感受得到有一些轻微的变化，那它就这一年非常的频繁可见的这样子的地震只会越来越多，提醒了我们只是感受到就是有感跟无感而已，但是近几年开始有感地震越来越频繁。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常提醒自己，我说我们要还福音的债的机会不多了因为这样的灾难只会越多。你看我们看到最近的新闻媒体，虽然我们在前线我们常感受到这样的战争我们在这里可能只是看媒体而已，但是在末后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战争，越来越多的地震，越来越多的饥荒，其实再一次提醒我们能够
还有多少时间向人家传福音？所以我们要紧紧的抓住在当下，紧紧抓住时间，紧紧抓住向人家传福音的机会。我想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时间我们自己要好好的提醒自己，未来我们到父那里去的时候，我们都要交账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是清清楚楚的吗？我们都有成为忠心的好管家吗？我想我们要继续努力，好不好？跟你旁边说，我们要成为忠心的好管家。约翰福音10章10节，刚刚也跟大家报告过了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养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有很多很多散居在不同区域的弟兄姐妹世上的灵魂，他们都还在做犯罪的事情。那03年到05年的时候，我们团队包括我自己个人到那个片区做少数民族研究的时候，我发现03年到65年那个时间呢，既然还有少数民族互相杀来杀去，互相的杀害，甚至是就如同160年以前我们以前的台湾的原住民，只要是不是跟我们同族的，我们就台狼。我们不只杀对方，我们还杀我们自己的孩子。各位有没有听过在原住民部落，我们过去只要是生出双胞胎，我们就必须要把双胞胎孩子给杀了。160年前，我们就是做这种犯罪的事情。当我2003年到05年的时候，我在中国、缅甸、印度这边境山区里面，想不到这个世纪那边的少数民族也在做这种犯罪的事情。当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好几次的阻止，但是他们不把我当作一回事，他们只认我是做研究、做调查你就把我们所做的事情做记录，你就去做发表你就很快的进入到这个学术体系，可以很快就升教授，因为那都是第一手的参考资料。但是我越研究，我越愧疚。我说，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如同我们160年前在做的事情呢。唯一可以改变他们的，不是以学者的身份，而是以必须要把耶稣介绍给他们。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就跟师母讲说我现在不想再做学者的工作，我想要把耶稣介绍给他们，因为只有耶稣才能改变他们的生命。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立定心志，我说主啊，我在这里，你来差遣我，我代表我们华人的教会，代表我们的原住民教会，要把这几个片区，要把他们的孩子救起来。所以感谢主，现在如今我们在大山里面只要有机会，有同工有机会跟我们到海外去做参与的短宣，你们都会看到那个山区也有一些是双胞胎的孩子了。只要有双胞胎的孩子，表示那个地方已经有福音进入到那个地方。感谢主，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自己的这个部落现在呢已经有60多对的这个双胞胎，60多对，表示说我们救了将近有这个30个家庭，30个家庭里面呢，也有一些人很特别，有的是双胞胎，有的是3胞胎。但是你说3胞胎可不可以杀？他们一样杀所以呢，我们就把双胞胎的、3胞胎的救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建立教会，让那些现在已经是双胞胎的这些孩子呢，我们就特别的保护他们。因为呢，如果别的部落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们看到别村的有双胞胎的时候，他们也会去咒诅那边的部落的这个孩子，那个孩子也会被欺负。所以我们形成一个保护墙只要是双胞胎孩子，我们就把它放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这是一个差传数据我前阵子参加世界洛桑会议整个世界洛桑会议他们共同讨论的一个议题，就是说在海外从事做跨文化宣教的人力他说不到5%的宣教人力，那不到1%的宣教的奉献那这是我们在海外的这个宣教的第一线那我们都席地而坐。那因为这些地方呢，我们都是
比较是敏感的地方，所以我们都会在大山里面找比较安全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前进海外做宣教的工作，我们必须要在台湾先接受跨文化的训练。我们有跨文化训练是8天7夜，我们就从花莲走到南投走到南投。我们的弟兄呢要背30公斤姐妹呢背20公斤从花莲走到南投。你知道吗？南投的原住民的福音就是从花莲传到南投去的所以呢，我们就特别安排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如果成为我们的短宣队，如果你这个8天7夜你也完成了，那恭喜你可以成为我们的短宣队的成员所以8天7夜的训练也非常特别，就会给你一包米跟一把刀那这个的训练，我们除了体能的训练，还有一些在山区的一些的自我求生的训练，还有一些灵命的训练。我们就把你丢到山上那一天呢，你一个人住在那里隔一天早上我们就约好时间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已经举办了将近第6届，这6届只要是那一天那个晚上，那是最精彩的因为最后一天我们就是胆量训练，跟这个让你有很好的跟大自然有很好的共生关系所以最后一个晚上几乎没有一个人睡觉，而且他们大部分都跟我们回馈说，牧师我们都把1年的祷告量昨天晚上全部都祷告完毕了没有人敢睡觉就在那边通宵祷告迫切祷告。我说主帮助我，我今天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我还看到那些飞来飞去白色的东西我说真的有飞来飞去白色的东西吗？他说有，还这样子飞来飞去飞来飞去。他说还有外国人。我说怎么会有外国人？那外国人你有看到？他说有，我没有看到，但是我听到声音。他说什么？他说 fuck 我就说那个不是外国人那个是山枪还有白色的飞来飞去那个是你们有没有看过白色的飞鼠飞鼠会飞的老鼠，飞鼠一般都是褐色的嘛，土色的嘛，但是海拔800公尺以上就会有白色的飞鼠那是飞鼠，就是因为觅食它就飞来飞去，因为它有听到声音它就会去观察那一区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在山上有这样一些的特殊的训练好，这个是我们在前线的第一线的状况他们有一个拆团数据，他们说 10-14 window 就是整个世界地图10到40这个区域里面大部分都还没有听过耶稣我就再次的更清楚定义什么叫做还没有听过耶稣。当那个部落的人巫师巫婆生病了，他在寻求他的鬼神要去帮助他的时候，连他的鬼神都没有办法帮助他，他就会寻求我们的帮助。他就告诉我们说，卢牧师，你们的那个耶稣可不可以过来帮助我们？可不可以请他来医治我我就说可以我就奉他的名为你来祷告就好了。他说有那么厉害的这个耶稣是哪一座更大的法师更大的法力那么远的地方就可以来医治我？我说不是他在神的右边他说你可以叫他来我说他来我也麻烦了，因为我还没有很努力的传福音，还有很多大山的里面我还没有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耶稣所以这样子的案例到底有多少人呢？将近在边境山区还有11亿个人口没有听过耶稣在这么多的人口数，现在全世界有83亿个人口，竟然还有11亿个人口没有听闻过耶稣。我请教一下我们台湾，我们在台湾大家都听过耶稣吧？对不对？包含媒体杂志，包含这些的这个非基督徒的这些好朋友们，他们都听过耶稣，只不过他们有应景的心他们被封闭了，眼目被蒙蔽了，他们不愿意承认耶稣是他们的救主。但是在大山里面有很多从来没有听过耶稣，他们认为那一位耶稣是哪一座山的这些的法师所以我们就很努力的把这些没有听过耶稣的部落把它调查出来。
在中国的边境的大山有500多个部落，还有400多个部落没有听过耶稣。这是2021年的数据啊。在印度的部分呢，因为在喜马拉雅山靠近中国这边都比较是属于大山的里面，海拔3000公尺到6000公尺这个区域，大部分原住民都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因为海拔很高，很多的差传机构没有办法到那个地方来把福音传给他们哦。那我们调查出来还有2018个部落没有听过耶稣。那这个是缅甸的部分，还有49个部落没有听过耶稣。那这个是在尼泊尔的部分啊，250个部落里面呢，还有239个没有听过耶稣啊。所以整个国际的差传机构，包含洛桑会议啊，洛桑会议当时参加的这些的国家呢，将近300多个国家，他们有共同的呼吁，他说该是我们华人要接棒。过去西方传教士把福音传到亚洲地区，华人也领受福音了。啊，亚洲地区的韩国人啊，韩国地区包含在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甚至是更远的地方马达加斯加，还有最南的地方纽西兰，他们都听过耶稣了啊。但是呢，还有一群没有听过耶稣的人。那这些人呢，我们需要华人你们帮忙。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近几年呢，我们都看到韩国也差派了很多的宣教士，韩国的宣教士也是，他们差派非常多，但是呢，他们也做了一些的比较，虽然差派了很多的宣教士，但是他们发现华人呢，散居在世界各国，只要有土地的地方，就一定有华人，所以他们发现华人散居在各地，这是一个非常关键。因为如果向华人传福音，他们快速的增长之后，但是借着华人这样子散居的力量呢，能够继续的要代表过去西方人所做的事情呢，继续的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啊。所以他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华人要接棒啊，华人要接棒。使徒行传1章8节，他提醒我们，也借着这段经文也亲自的告诉我们，那耶稣亲自对我们，我相信。就如同对当时那个年代的那个世代的门徒，所以我常常提醒我自己，耶稣对那个世代的门徒说，如今也对我们这个世代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我攻读一遍，耶稣对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都是地极的人除了当时在犹太地区你看散布出去，若当时我们的保罗没有顺服圣灵，我想福音也没有办法很快的传到地极。你想看看，当时保罗看见当时那个世代的异象，他看见那个世代的原住民，原本只有到禁区的耶路撒冷地区但是他看见了那个异象，那边当时的原住民说：“你来，我这边马其顿的原住民也要认识耶稣，因为我们听闻过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你要来我们马其顿的原住民部落。”如今福音就这样子传开了，所以我们成为地级的人地级的人，我们有责任要把福音继续的一棒接一棒，要把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地区。我相信那些犹太人应景的心，看见那些地级的人，看见我们所传的，我相信他们会承认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共同的看见。所以福音要最后一棒我们要接起这个棒子往中东地区，我们也开始努力栽培年轻人培训他们，从小我们就训练他们，在我们的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基地，我们从小就操练他们祷告。我们每一天早上有一些的区域比较敏感的地方呢我们不好聚集，所以我们就会必须要找比较安全的地方来操练他们。那我快速的让你们知道，当我们很努力的在边境传福音，魔鬼撒旦有很多的拦阻我想这个拦阻就如同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媒体报道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中东地区一定有很大的震荡
因为他不愿意魔鬼不愿意让我们赶快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在边境我们也受到了一些的不管是穆斯林的攻击，或者是佛教的攻击，或是其他的极端组织的攻击，我们都承受这样的一个灾难这个是我们在前线的同工牧者我们被抓、被打、被杀害妇女被欺负这个都是我们每一天的真实的生活我们在那边上课，我们就被轰炸这个就是每天我们会经历的事情了。所以感谢主服侍满20年神的恩典怜悯跟保守，还让我可以有机会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同工那这个是我们在前线的护士团队跟这个医生团队，我们的医生训练1年，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基地护士的部分我们训练半年，还有中医师我们训练3个月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前线来去成为我们前线的基地。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核心的医生跟医疗团队那我们的物资也是非常紧缺那因为现在在各方面的挑战之下也面临到很大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现在大人呢2天吃1餐，小朋友1天吃1餐所以我们也面临到很大的挑战。但是呢，我们从来没有因为物资不够而饿死的，大部分都是那个感冒雨季之后有一些感冒所以我们的药物非常紧张所以我们现在也开始在那个地方，当你们认为 COVID-19 已经不见了的时候，其实 COVID-19 都跑到我们大山去了，因为我们跟他们在平地买那些的物资，所以呢那些 COVID-19 也传到我们山去，所以我们赶快把这些的这个紧急的这些庇护所把它盖起来那这是我们的训练我想时间关系，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那我们的训练呢，我们预计在明年的2月，如果各位弟兄姐妹有感动的鼓励你们来参加我们的训练我们鼓励年轻人来去参加了我们的年轻人是70岁以下你70岁以下的就可以参与我们这个训练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帮助我们，接着我们今天第一堂的主日分享主你来亲自对我们说话这2段经文，主你近前来对我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都做你的门徒。是的主，我们的教会是传基督复活见证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是传爱的教会。我们这个片区还有一群流离失所，不是他们不愿意来到教会，而是我们要更多的策略，更多的基督的爱来爱他们，以至于他们要能够进入到神的家。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主日也再次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把你的话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粮食。谢谢主，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回应是480首，世界属主正朋友，请大家起立念全首。啊。
各位将我听是未来的世代，当今了了永久，未来好赛。公道，请陈牧师。听这咱听到鲁马夫牧师所讲的，伊就是160当前福音传的台湾，伊才有机会听到福音。因较有可能对过去的即款的咒诅、捆绑、压迫中间得到自由，得到逃放，所以领受即个恩典，甲恩典分享出去。世界还佫足侪无听到福音的人，因各地侪即个非常的偏僻，佫有拄着战争，拄着侪食物的欠缺，医疗的欠缺。咱那个所吟的诗歌，即个世界永久和平，好像还佫遥遥无期。但是咱甲遐伫亚仙的中间，忧闷的人。着魔的人，这人群分享耶稣基督活命应允。兄弟姊妹，咱会当为因祈祷。我相信咱大部分拢无法通真正参加伊的训练吼，行袂到。我若派无法来30公斤30斤，但是咱会当为因祈祷，为因奉献。真正求上帝兴起台湾更较侪欢喜，互主用的。宣教的精兵会当福音传到万邦万族。咱为着这个事工来祈祷，咱也为着咱中间两者的肢体三体祈祷，咱也为着今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宣告160年，望会当搁重新出发，会当成做宣教的教会，互福音来传扬到台湾大家都。甚至世界大家都，咱下晡也有即个幸福特会，咱来求上帝祝福，互即帮所有即个传福音所也的经济，拢会当受成。现在你有啥物款的祈祷伫主的面前，通出声祈祷，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来祈祷。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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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感谢你，互阮今日会当伫少数民族。主啊，这个财团的主力，主啊，阮会当听到阮过去可能唔知影、唔捌听过。主啊，伫迄个真侪这个山区、这个偏僻中间，足侪人无听到福音。主啊，因抑个真正照圣经讲的，因是互在贼头底捆绑。主啊，来毁坏来灭无，但是最后说你是因的救主，你若真做因的救主。因就要得到活命，搁得到丰盛。所以阮要将少数民族的宣教，伫前线100几位同工，伫逐所在咧传扬主的福音。无论伫医疗、伫宣教、伫教育、伫各方面，拢互这个真正人看袂到的，但上帝所听的，拢会当得到拯救，得到兴起。最后说，阮也恳求你。互阮的教会成做宣教的教会，有份参与伫宣教，所以互阮会当伫阮即个近的所在传福音，嘛会当伫远的所在传福音。最后所求你，互得救的人若加添伫阮中间，求你兴起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过去宣教师安怎宣教伫遮，互这个教会勇壮起来，也会当差派宣教师来传扬你的福音。最后说，阮将兄弟姊妹拢仰望你。阮有软正的躯体，主啊，伫治疗中间，无论癌症治疗中间，伫住院中间，主啊，伫感冒中间，有足侪人扫袂好，有足侪人身躯软弱艰苦。主啊，愿你医治的权能伫你身躯顶。主啊，阮来到你的殿中。主啊，阮有侪软正，有真侪欠缺，阮有什么需要？主啊，你讲阮一概无得挂虑。万事只就恳求祈祷，感谢，甲阮所爱，甲阿爸爸讲，阿爸爸啊，求你听阮的祈祷，求你照你圣的旨意，成就你的恩典伫阮的中间。
主，阮多谢你，感谢你，学了你，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啊，这请坐。请技术收奉献。啊，这咱今日有一个特别的奉献录啊，互咱有机会牧师讲过，讲咱无通去爬大山，不过伫遐有真侪上帝所听的百姓，咱会当伸出咱的手，用咱的祈祷，用咱的奉献求上帝也帮咱，互咱的教会有足侪青年人，互因以后可能受呼召。我看到鲁马夫，我就看到咱这个伊文斯哦，体格甲伊吼拢差不多同款，这就是不容的勇士啊吼，感谢主吼，相信将来拢有可能会当互上帝大大使用，会当把福音传到这个美地之地、美地之民，感谢主。请咱起立来吟奉献诗。天父，阮感谢你，你眷顾土地落雨灌压，互土地珍肥，也安尼准备土地，强劲五角，灌溉田园收平土地，互落够野的雨水，互土肉软软。你祝福，互农作物大长，用丰收做年冬的免流，也祝福，互阮每一人的家庭，互阮食清、够野，搁有春，凡事亨通。照着天父的赏赐甲恩典，阮也愿意学习耶稣将阮所有的分享出去，无论是福音或者是金钱，也求主祝福伫鲁马夫牧师所做的各项的事工，甲甘心乐意奉献的兄弟，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祝福车肯391首。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并圣灵交通与感动，与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同在，以及我们在线上直播参与我们聚会的年轻人们、家人们，祝福他们的事业，祝福他们的工作。谢谢主，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名祷告，阿门。